咁啊，散色呢一個諗法咧，除咗可以喺終點，即係喺個大目標度向下分翻開唔同嘅支線之外咧，其實亦都可以從起點，即係你而家開始，而家呢一刻開始諗嘅。其實你每日抽10分鐘俾自己諗下，已經好好玩啦。例如我今日定個題，我今日放學食乜嘢好？咁你畫個起點俾自己啦，然後咧開始咧用一啲線咧去成為一啲支線，例如食麥當勞啦，第一條線；第二條線咧就係去食打樂；第三條線咧就係自己煮；第四條線咧就係唔食咁樣。咁你開呢4個點之後咧，其實然後就喺嗰4個點度再寫落去。例如你去食麥當勞嘅時候有啲咩選擇啦，唔食嘅話你會有啲咩事發生啦，繼續畫落去。咁咧有少少似咧打機一啲支線任務咁樣嘅情況。咁你發生一啲支線任務咧，其實你會有啲嘢唔同得到嘅，都可以幫你諗到更加多嘅可能性，幫自己咧解脫有陣時嘅困局。有機會再分享，拜拜。